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民數記第10章。呢一章揭開咗以色列人喺曠野行程裏邊新嘅一頁。喺呢度之前呢，就係佢哋喺西乃山嘅一段日子，神頒布咗10誡以及各樣嘅律例典章，包括製造會幕、祭司嘅聖衣、各種嘅節期、各種嘅獻祭規矩，以及日常生活要留意嘅事啦。喺民數記第1章到第10章10節咧，係講佢哋從西乃山出發之前嘅各樣準備。呢度講最後一樣準備嘅就係用銀咧去做2支號。呢個好似喇叭嘅號咧，有幾個目的嘅。第一就係招聚會眾，準備起行；第二就係召集軍中嘅統領；第三就係用嚟預備作戰；第四就係為咗節期嘅喜慶。唔同嘅吹法，大聲或者細聲都代表咗不同嘅信息。由於呢個係神嘅號，所以由祭司去吹神嘅號係要招聚百姓。照樣呢，將來主耶穌再翻嚟，天使亦都會吹神嘅號，叫死人復活，一切信主嘅都會被提升天。吹號亦都代表耶和華嘅日子臨到。喺啟示錄裏邊呢，亦都有天使吹號，基督呢係得勝噶啦。上一章講到神用雲彩引導，呢個就係用眼去睇嘅。呢度咧用吹號係用耳去聽嘅。仲有摩西嘅吩咐，加埋摩西岳父嘅仔何巴熟悉當地環境嘅經驗，呢一切都係神引導嘅方法。今日我哋尋求神咧嗰個引導咧，亦都要用眼去睇神有冇喺環境開門或者開路。用耳朵去聽神嘅話語同埋聖靈嘅聲音，又要重視神嘅僕人嘅輔導，加埋有經驗嘅人嘅意見，呢幾樣都要配合嘅。有時我哋已經好清楚神嘅旨意就係向前衝，但係都會撞板嘅，因為咧我哋唔去請教一啲過來人，請佢哋指教。由呢一章嘅11節一直到22章嘅第1節咧，就係記載以色列人由西乃曠野去到摩押平原，一共有38年嘅生活。第12節咧話佢哋按站往前行，意思就係佢哋知道下一個目標地目的地係乜嘢。神用雲彩引導，並唔係表示佢哋唔知道去邊度，佢哋知道雲彩帶佢哋去巴蘭嘅曠野。我哋有時會順口咁樣講話，睇下神點樣帶領啦。呢句話好似咧表示我哋唔知道下一步係乜嘢，冇乜方向感。其實咧咁樣係唔啱嘅。以色列人知道大方向，亦都知道下一站係乜嘢，只係唔知道會遇到咩事，係阻礙抑或要停留幾耐。呢一章下半章講佢哋係好有系統咁樣出發，統領軍隊嘅名字都寫得清清楚楚。甲順同埋米拉利嘅子孫行先嘅，佢哋先到安歇嘅地方就可以支搭帳幕，隨後就到哥轄嘅子孫可以將供台嘅聖物放入帳幕裏面。每逢出發嘅時候咧，摩西就呼籲神行喺佢哋嘅前頭，使到仇敵四散，求神興起，就係求神幫助佢哋作戰。當佢哋停低嘅時候咧，摩西就求神回到以色列人嘅千萬人中啦。好，我哋祈禱，神啊，多謝你教導我哋點樣去尋求你嘅引導。你咧唔單止引領一個群體，引領教會，都引導我哋個人。求你使到我知道我喺教會裏邊嘅角色，叫我能夠配合大家，共同完成你嘅旨意。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